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和相关的部会去桃园中立考察幼稚园校车管理、有司机聘用的问题。若要去听第一线讲因拄到的问题，嘛要举办座谈，希望会当帮助政府的政策甲法规会当制定甲更较好势。透早立法院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和相关部会到桃园市中立地区的幼儿园考察，重点放伫关心幼儿安全，尤其是幼童专用车管理甲司机员骗过问题。立委林冠钦认为，要了解第一线拄到的问题，帮忙解决现场问题，临时互幼儿园家己承担。它又没有加上所谓我们想要的安全配备的这样的考虑的话，那很多时候会安全性会转嫁到我们直接营运者的身上。所以来听取意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政府的政策跟法规可以制定得更好。第一个是车况，除了10年以内的车况，那这个部分要购置新车，也希望教育部能够持续的补助。第二个是司机的一个情况，健康啊，或者说整个的他一个态度，这个部分也是第二个观察点。依法，娃娃车的车龄未当超过10年，载运对象是自我保护力较不足的幼儿。立委罗明德认为，互无合格的娃娃车满街走，更加造成幼儿交通安全威胁，要求交通部伫检车时列处违规，警方也加强执法，抽检违法上路的娃娃车。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牌车的部分哦，就是在路上，它不是这种幼童专用车的一个涂装，但它却载了满车的一个孩子。长期关心儿童安全的监管基金会表示，有使用政府规定买的儿童专用车，多数无问题，会定期检验甲相关安全维护，也有监理教育相关单位联合稽查，确保囡仔行车安全。也毋过违法被白车问题，是希望相关单位提出办法，也提醒家长，幼儿坐政府规定的幼童专用车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